大家好，歡迎嚟到創富記頻道。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宗震驚香港以及令人憤怒嘅事件——大埔宏福苑5級火災。呢一場火災發生喺2025年11月26號晏晝，火勢由宏昌閣底層嘅外牆開始，迅速沿住整個外牆攀升，形成可怕嘅煙囪效應。不到幾分鐘時間，火勢迅速吞噬7棟相連大廈，幾棟高樓被大火籠罩，近1984個住宅單位受影響。截至29號晏晝3點鐘，一共128人死，44個死者未有人認領，失蹤者仍然有近150人。令人憤怒嘅係，呢一宗並非尋常意外，而係一宗完全可以避免嘅災難。承建商偷工減料，法團監管缺失，政府漠視預警，以及社會警示被忽視嘅累積結果。首先，我哋嚟睇下承建商嘅責任。負責宏福苑外牆維修嘅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喺施工當中使用唔符合阻燃標準嘅防護網，仲有高度易燃嘅發泡膠板，部分嘅窗戶幾乎被封死。呢一啲材料一旦着火，火勢沿住外牆迅速蔓延，並堵塞居民嘅逃生道路，直接威脅生命安全。而宏業本身背景亦都唔單純，前股東曾經因為賄賂房協官員而入獄，呢一個唔係偶然，而係長期嘅管理同監管失靈嘅結果。再嚟就係法團嘅問題。作為居民嘅監督機構，法團理應確保施工安全。然而早喺2024年，宏福苑居民多次向法團反映施工材料以及棚架防火問題，法團漠視警告，未能有效督促承建商。呢一種失職，令居民面對火災嘅時候缺乏最基本嘅保障，居民嘅安全竟然成為可有可無嘅附帶品。更令人憤怒嘅係，香港建築工程師潘焯鴻喺火災發生前嘅1年幾時間入面，向消防處、屋宇署、勞工處等5個政府部門發出超過100次投訴，指出宏福苑同其他大維修項目腳手架外嘅防護網唔符合阻燃標準，甚至親自取樣實測、錄影舉證。結果呢，幾乎冇得到有效回應。勞工處甚至回覆指，因為工程未有使用明火，火災風險低，防護網只需要防墜落就可以，阻燃與否無關緊要。呢一種公然迴避責任嘅態度，令悲劇成為必然。火災發生嘅時候，高樓嘅火勢幾乎無法控制，消防人員束手無策。香港係一個人口密集、高樓林立嘅城市，火勢一旦蔓延，消防面臨住極大嘅挑戰。潘焯鴻指出，早喺中環華懋大廈火災嘅時候，竹棚防護網嘅問題已經暴露，但政府冇吸取教訓。呢一次結果係百幾條人命葬送喺可避免嘅火海之中。社會上亦有人將矛頭指向竹棚架，事實上竹棚並非火災嘅主因。竹棚輕巧靈活，能夠承受一定嘅燃燒，而真正令火勢迅速蔓延嘅係唔合規格嘅防護網以及發泡膠板。竹棚行業人士亦指出，多數嘅事故唔係材料問題，而係施工方案不當，又或者係工人違規拆改而造成。金屬腳手架雖然耐燃，但成本高，安裝麻煩，對香港狹窄嘅街道同埋高樓環境，並非萬能嘅解決方案。更重要嘅係，強制使用金屬架將會直接衝擊幾千個竹棚工人嘅生計。咁政府呢？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發展局嘅官員喺火災之後成立專責小組，表示要檢討刑事責任以及監管制度。
然而呢一啲承諾如果只係停留喺口頭同文件上，而唔落實去巡查、嚴懲違規者，下一次悲劇仍然會發生。政府監管不足，承建商嘅貪婪，法團嘅失職，就會形成一個可怕嘅惡性循環。呢一場悲劇唔只係建築同材料嘅問題，佢暴露嘅係香港整個城市安全、制度監管以及係公共責任嘅深層次問題。每一個居民嘅生命都唔應該被忽視，每一個預警亦都唔應該被漠視。宏福苑火災係香港社會嘅一記警鐘，願逝者安息，亦願社會能夠真正喺悲劇當中吸取教訓，唔再重蹈覆轍。